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日要开始，请将手机关机，备万心来敬拜上帝。顶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佑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201首，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记号牧者，请起立。天
即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谦卑伫你的面前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也是永活的主。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伫你，世上一切拢要显明你的荣耀。你照着你尊贵的款式创造人类，想赐互阮有宝贵的性命。你牺牲你的独生圣子来拯救阮，互阮有认罪悔改、顶头死的活命。事愿感谢你。总是人有罪，伫上帝看阮做宝贵的恩赐中，阮有侪侪无完全的缺点，时常违背主的教示，失去信仰的意义。主啊，求你搁一摆赦免阮，互阮会当勇敢面对家己的软弱，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力，坚固信仰，经历国外的性命。主啊，你是葡萄树，阮是枝，若离开上帝，阮无法度做甚物。所以，阮爱轻调伫主，谦卑伫主的面前，家己同在。愿上帝帮助阮，伫追求信仰的道路顶面，学习倚靠上帝，照着主的恩典、圣神的光照，互阮明白家己的软弱，互阮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有新的气力甲愿望。主啊，阮也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互你，即时恳求主的圣神甲灵耀新牧师伫地，互阮伫牧师的讲道中，搁较来认捌主。阮只是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启应文第55篇，启应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请咱同心来启应，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物，要啉什物地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物地操烦。性命减毋是比食面较重要，身躯减毋是比医学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惊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哪着因为要食啥物地操，要穿啥物地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地大长，因无着雨，嘛无芳枝。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都无比这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落。上帝就互你甲因糟蹋。因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恁若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要食什物，还是阮要啉什物，要穿什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煞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坐声，一一日的艰苦一日长。
只是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现着我来读，因为安尼，我跪落，赐名号，互天顶地上所有种族的天父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气力，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踮伫恁心内，互恁定军下地基伫听，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偌尼长、宽、悬、深，搁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奉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伫运行的大能力，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我的救赎者活着》。
愿一切所有歌声，食做芳芳的坐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今仔日为咱正道的是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超过咱所求所想，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契，互咱用到即个我的救赎者话题，即条诗歌来帮助咱来敬拜主。伫咧即个诗歌内面去讲到，伊讲我知影，我知影我的救赎者话题，伊是永活的主。后壁佫讲，当我伫咧深谷迷失的时，伊领我行正义的路。伫咧即条诗歌内面有讲起着四遍，拢讲着我知影，我知影，我知影。伊拄仔咧甲咱讲起着，咱做一个基督徒毋是干那咱知影安尼就好，佮迄个知影是真确实的知影。知影啥？咱的救赎者话题。所以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伫咧主伊的掌权的下面。佮伊不管咱拄着顺境还是逆境，拢是伫咧主的掌权的内面。迄个就算讲是逆境，互咱拄着，伊嘛是要帮助咱，互咱一个成长，因为咱知影咱的救赎者话题。所以咱所活出来的迄款的性命，咱就尤其是拄着困境难处的时阵，咱无任何的抱怨，乃是咱要搁较侪对主的迄款的倚靠，因为咱知影，好不好？那个今天是刚才是谁唱？淑芬，请淑芬，我们一起来唱。咱搁一届透过这条诗歌，咱来真正来宣告，讲我真正知影我的救赎者话题。咱若对这条歌无熟，咱甲大家人同齐唱。透过诗歌，咱真正将对咱的心底来唱出咱对主的迄款安尼迄个宣告，信心的宣告。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理路。较深的，我知影，我的救赎者活着，又是永活。伊是毋是永活的主？较大的宣告，他帮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他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要见他荣耀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咱咧唱这条诗歌的时阵，我毋知影咱有安尼迄款真正的确实无？咱伫遐来宣告，信心伫遐宣告，讲我知影我的救赎者话题。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毋是活甲安尼要死不活，咱软脚下基督徒，因为咱知影，咱确实知影咱的主话题。
所以咱伫咧面对咱，就算讲咱有任何的身躯病痛，咱拄着一个，咱感觉讲我无法度拄着代志，这敢毋是拄好是咱要拄着迄个要得到迄个上帝祝福的开始？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所拄着，如果拢是伫咧咱的会法度掌握的内面，安尼咱无需要信靠这个上帝，因为拢是伫咧你的掌握的内面。但是今仔日咱所拄着，就是因为上帝要爱互咱成长，要爱互咱去突破咱的迄个，咱讲咱的迄个瓶颈，所以互咱会通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拄着，搁怪咧，毋是咱倚靠咱家己，咱是要伫咧迄个中间，会通搁较济来去倚靠咱的主，帮助咱突破咱迄个困境。迄个当咱突破的时阵，咱就得到成长。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这条诗歌，真多谢青少年团体帮助咱，搁一届，互咱搁听主，咱讲主神看咱的主，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届献上满满的感谢。主你透过读诗曲，圣神对阮的引带甲帮助，互阮真正会通看见，阮原是不配，阮原是无够额，但是因为阮领受对主你迄个满满的丰盛的慈悲甲仁爱，主你欢喜施落恩典伫阮每一个兄弟的顶面。就算讲阮即摆阮所拄着的，是阮伫阮的生命内面，阮感觉阮无法度突破，但是主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伫咧开阮的眼界，开阮属灵的目睭，会通看见主你伫咧即个阮所拄着的困境内面，主你怎样为着阮四围扎营，主你要亲自为着你家己的百姓来征战，愿你的话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会通因为时常来思想主你的话，主你的话要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因为阮原是无够额，原是软弱的，但是阮会通靠主来刚强壮大。愿你的话成做阮阮路上的光，互阮会通照亮伫阮。当阮伫咧黑暗的时阵，会通搁一届看见主你的光来照亮伫阮头前的路上。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伫咧即个顶礼拜，咱伫顶厝，咱有去分享到圣经将即个私欲伫咧即个思想中的即个将即个私欲安尼讲是伫咱的即个思想中成长的一个过程，形容做叫做怀孕安尼一个过程。那个我的 PPT 好像没有放进去啊。麻烦去找那个有那个含正道 PPT 的档案。迄个来，咱多好伫咧遮，咱会用小可来回忆一下。伫咧咱的圣经迄个将即个私欲伫咧即个思想中成长的即个过程内面形容做讲是一个怀孕的即个过程。咱的迄个思想就较亲像迄个胎盘共款。伫咧是迄种意念成长的一个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安尼孕育正确的代志，就会安尼渐渐来生出迄个正确的迄个结果。没有吗？没有答案？那我没有上传吗 ？OK， 好，不管你，好，安尼咱就去较专心听。伫咧即个规个迄个需要安尼
伫咧迄个孕育的迄个过程内面，如果若是迄个错误的意念踮伫咧咱的内面，咱就称作迄个私欲，安尼孕育出迄个错误的代志，有一天就会生出迄个错误的迄个结果来。搁迄个错误的迄个意念，是因为咱反复的迄个思考、迄个思想来伫遐来渐渐来安尼长大，所以要将即个错误的意念安尼，咱讲安那爱需要将即个错误的意念，甲伊安尼讲堕胎掉。咱无搁再去伫迄中间来伫遐来思考，互迄个错误的迄个意念安尼迄个咱讲堕胎的迄款安尼迄个策略毋是拒绝，乃是用着代替，代替啥？用着迄个正确的迄个思想去代替迄个错误的思想，用着上帝的话来去取代迄个咱讲谎言、白贼的话，是迄个自我中心的迄款的思想。煞接咱要来讲的是安尼，迄个伫咧咱的头壳内面，迄个思想的迄个威力到底是怎样？想是一个真重要的迄个过程，伊互咱会通安尼伫咧意念的内面，安尼渐渐互迄个意念成做可能。所以安尼侪的即款的研究，甲着迄个计划，拢是对是一个意念开始。经过咱伫遐反复，伫遐来思想，伫遐来尝试，要来安尼来去甲伊安尼讲，叫做去来尝试，要来试看卖就渐渐来迈进，伫咧迄个，毋是干那是咧思想尔，乃是要变成做成功。所以上帝伊渴望咱会通参与伫咧伊的计划内面。上帝将伊的心意放伫咱的心内，所以伊爱咱照着咱的迄个求，甲着迄个咱的想来参与伫咧伊的工作内面。所以伫咧以弗所书内面。伫遐讲起着，伫咧以弗所书第3章20节，伊遐讲安怎？讲上帝，上帝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伫咧中间，咱有圣经，咱家己来掀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伊伫遐去讲起着迄个，伊伫遐讲成就。讲上帝会照着迄个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咱就通想象讲，迄个成就是上帝的工作。咱的责任是啥物呢？就是求甲想，伫咧咱内底超过咱的所求所想。当咱照着上帝放伫咱心内迄个意念去求。去想，上帝就会伫迄个中间开始来去成就伊的心意，来超过咱的所求所想。安尼，上帝为什么无爱干那互咱求，搁要互咱想咧？当咱求的时阵，咱若讲。咱讲我们那个啥，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伫咧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第8节内面安尼讲去。当咱求的时阵，咱就要得着。当然，当咱求甲想上帝伊就会成就。安尼到底迄个得着甲迄个成就有共款吗？如果咱来用一个比喻，咱来去做一个解说。咱就会通看见即个中间是毋是有迄个款的差别？迄个得着甲成就的差别，就甲亲像讲一个妇人人，伊伫遐来祈求，要爱得着一个囡仔。当伊伫遐怀孕的时阵，伊敢有需要搁继续求讲，伊需要有一个囡仔？听有无？伊。一个妇人人，伊祈求要爱得到一个囡仔，但是当伊怀孕的时阵，伊敢有需要搁继续祈求需要一个囡仔？回应一下嘛，伊已经怀孕啦，伊敢有需要搁求？不用求啦，因为已经怀孕了啊。
为什么他还要求要得到一个孩子？但是伊无需要求，但是也未成啊，囡仔也未出来啊。所以伊需要经过去孕育，伊经过需要去孕育迄个过程，到迄个产期到，即个囡仔生落来，安尼就啊，代志就成就了。想跟求，落尾手迄个成就是伫咧后壁。真侪时阵，咱求上帝甲咱应允，咱已经得到，但是咱往往无看到上帝迄个应允成就，因为咱无去好好啊用着咱的想。对得到到成就是需要经过一段的即个时间，这段时间就介在伫咱要安怎来去想。如果咱伫迄中间伫遐怀疑，有侪的，甚至怀疑到尾咱亲像上帝无应允，就放弃，安尼就感觉亲像就流产掉了一样。因为咱伫迄中间，咱无搁再想，直到咱就放弃，就较亲像迄个咱原底所想的，就去流产，去堕胎掉去共款。上帝应允就袂成就，因为咱无相信上帝成就，所以咱需要用着信心的心想来伫迄个中间来去孕育上帝的应许啊。想上帝应允，就是伫遐咧，伫咧孕育咱的迄款的迄个信心，互上帝伊的迄个伊有法度照着伫迄个照着咱的迄个信心。成就伊的工作，就较亲像亚伯拉罕，上帝甲亚伯拉罕应允，伊讲伊讲要祝福互伊啊，要互伊成做一个大国。当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应允的时阵，伊并无马上看见迄个应允的迄个成就，伊伫咧迄个等待迄个过程内面，亚伯拉罕。其实，咱若注意伫咧圣经内面看，亚伯拉罕伊捌有想要放弃，但是上帝却是一再伫遐真明确，伫遐不断来对伊来指示。当伊想要安尼，伊想要放弃的时阵，上帝就互伊有一个更较明确的迄款安尼的期待，满心互伊会通满心相信上帝应允的确。要得到成就，迄想是一个真有威力的一个工具。正确的想会互咱经历上帝的作为，就较亲像迄个犯着血漏的即个妇人人共款。伊听讲耶稣会通治好侪人的病，伊心内就伫迄个中间伫遐想伊就是咧想讲安尼我只要望着伊的。3支就好。当伊伫遐伸手来去摸着即个耶稣的衫的时阵，伊就得到痊愈。即个血漏的即个妇人人，伊的信心的迄个想，互伊得到耶稣的医治。迄个错误的想会安尼毁灭咱一生，亲像即个犹大共款，即个当迄个。撒旦将迄个卖耶稣的迄个意念放伫咱的心内的时阵，伊伫遐安尼，伊毋若无处理伫咧即个意念，要卖耶稣即款的意念，伊反倒将即款安尼的意念安怎，就安尼，咱讲顺其自然，顺着即个意念，就开始来行动。直到上落尾，伊真正将耶稣来甲出卖。结果伊落尾手，伊也伫迄个中间来后悔，甚至到尾伊就来自尽。所以咱爱谨慎咱所想的，以及咱安尼对咱所看的、所听的，以及到咱所想的，咱无互即个撒旦伫迄个中间安尼讲有机可乘。咱爱善用。迄个咱的迄个想，大胆来为主来想，
咱讲大胆的为主来梦想。我毋知咱有时常安尼伫遐来为主来梦想啊无？如果咱若只有干那伫遐梦想，咱伫咧想的过程内面，咱无有过来无有任何的迄款安尼对主的迄款信心的瓦靠，佮甚至咱有信心的行动，安尼只不过是干那白日梦。所以安尼，咱要来讲的是，安尼迄个想，既然遐尼啊重要，安尼咱应该想到什么款的程度？这是一个咱今仔日咱爱好好来去想的问题。咱爱想上帝的话，甲着伊上帝伊对咱的迄款安尼应允，互上帝话对咱的迄个脑海内面啊，入去到伫咱的心内。上帝话伫咱的脑里，咱有可能会怎啊袂记哩？但是上帝话若藏伫咱的心内时阵，咱就无容易来袂记哩。而且佫若会通应用伫咧咱的生活的中间，诚做咱性命的迄款咱讲迄个规个迄个观念，互咱的迄个观念毋是干那只有干那伫咧安尼知道，而是要落实伫咧咱的观念的内面。要达到这个程度，咱毋但是干那去想一想上帝的话。咱需要的是叫做反复思考上帝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对迄个一句话，想到迄句话，想到将即句话诚做咱会伫咧咱的脑海内面，毋是干一句话，要诚做一个一幅的图画，一幅的图像，互咱会通哪想哪深，即个图会哪来哪具体。就较亲像即个犯着血漏的即个妇人人共款，伊伫遐想讲，伊以后要得到耶稣对伊的迄款的医治，伊毋若是干那伫遐安尼想一想而已，伊真认真伫遐来想，因为你用想象，即个妇人人，伊既然是已经血漏12年的妇人人，你用想象讲。伫咧犹太人尤其是伫咧迄个时代，一个犯着血漏12年的人，伊是互即个社会排斥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伊是一个无清气的妇人人。安尼，伊要安怎去到伫主耶稣的面前？伊要安怎得到耶稣的医治？伊要真认真伫遐想，所以伊用想象讲，伊接触到耶稣的机会是遐尼啊少，伊也咱讲不敢奢望耶稣会通听到伊的迄个呼叫，亲像迄个青面人伫遐来大声来嚎叫，讲主啊，代别咧后的伫遐大伫遐咧安尼伫遐喊话，是讲伊期待伊到伊无法度想象讲耶稣有法度停落来回应伊，但是伊开始伫遐想，伊伫遐想着耶稣伊来前景，伊就开始想讲，安尼我只要会通摸着伊的衫衣就好，伊的病就要得到医好，这就对伊迄个想来得到医治，诚做一个图像，摸着耶稣的迄个衣襟。落尾手，伊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得到医治。想是一个有可能达到安尼饱和点，是用达到迄个饱和点，咱想的迄个程度哪深，迄个信心就会哪增加，哪互上帝话来说服，至到会哪行就哪会通遵行上帝话，因为咱如果咱若无定去伫遐来思想上帝话，咱要安怎去遵行上帝话？只有伫遐哪想互咱会通伫个中间愿意顺服伫上帝话语，咱就会哪来哪安尼，互上帝话来引带咱行伫咧咱应该行迄个正确的道路顶面。迄个想的目的是要改变咱的迄个观念。
用着迄个属上帝迄款的观念去代替迄个属世的迄款的迄个观念，互咱会通生活伫咧迄个咱讲落实伫咧属上帝迄款安尼体系，活伫咧上帝心意内面。所以诗篇诗篇119篇内面，然后安尼甲伊讲啊，伊讲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咱不断伫遐来思想上帝话的时阵，对脑里一直到心里，咱的话互上帝的话来充满伫咱的心内，直到咱的迄个规个迄个思想的内面，无有迄个空间去容纳迄个得罪上帝遐个意念，咱的心就会安尼达到迄个饱和点。就是迄个罪的迄个意念，无法度来踮伫咱的心内伫遐来成长。咱来想象，咱用一个，亲像讲，咱安尼用一个容器，你伫咧迄个容器内面，你伫遐堆满了物件了，你要搁将任何其他的物件要甲缀入去，迄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你当咱将上帝的话语伫遐安尼不断充满，甚至到饱和。请问，咱敢有个遮个俗世，甚至是遮个罪的意念，有法度踮伫咱的心内？无法度。要怎样知影上帝话已经拢入去伫咱的心内？就是对咱的反应会通来看出来。伫咧每一摆咱的迄个选择内面，咱所面对的迄个方式，甲着咱的反应，就通证明上帝话是毋是到底是伫咧咱的脑里。是伫咧咱的心里，咱用好好来想看卖啊！咱是用着信心去面对咱所面对的每一项代志，是咱伫遐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就侪会熬念，侪会迄个埋怨。当咱发现咱的想抑阁无够的时阵，上帝话抑无安尼真正完全刻掉伫咱的心内，安尼。这是咱安尼谦卑的机会，要互咱搁一摆安尼，搁一摆来回转，转去到伫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开启咱迄个属灵的目睭，会通看见上帝的话，甲着迄个属灵的耳孔，会通听见上帝的话，互咱会通搁较真安尼，搁较亲来去想上帝的话，搁而且爱安怎？爱想到上帝话伫咱的心内，互咱的性命，因为上帝话，咱的性命要得到改变。咱无搁再用到迄个俗世的迄个观念去伫遐来想，咱要用到上帝眼光来看每一项代志。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咱今仔日咱所分享到的，咱讲到迄个想是一个真有威力的工具。安尼，上帝将着伊的心意放伫咱的心内，伊要爱咱照着咱的求，甲咱的想，甲着咱对主伊的听候来参与伫主伊的工作。咱伫咧反复伫遐咧思想，伫遐咧安尼尝试的迄个过程内面，咱不断伫遐来安尼，咱讲熬练咱的信心，来伫遐来建立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有法度。伫咧每一项的代志顶面，咱大胆来为主来梦想。咱会通伫咧咱头拄所分享的内面，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看卖啊。迄个想的目的是要啥物？是要爱改变咱的观念，用着迄个属上帝的观念来去代替迄个属世的迄个观念。活伫咧上帝心意内面，咱不断伫遐来思考，咱伫遐来思想上帝话，对咱的脑里一直到。伫咱的心内，上帝话充满伫咱的心内，互迄个罪意念无法度来踮伫咱的内面来伫遐成长。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去好好来反省。如果咱伫咧每一摆拄着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咱的反应到底是啥物货？咱是安尼用着真侪不管用着咱的想法，用着咱侪咱的即个安尼。迄落，即个俗世的迄款的处理的办法，咱伫遐咧面对，是咱伫遐去想起着上帝的话，伊伫咧倒一句话内面，倒一句
伫咧圣经内面倒位讲起着上帝的话语，伊伫咧咱的，毋但是伫咧咱的脑中，阁是伫咧咱心中来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跨越咱生命当中的迄个困境，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安尼想到咱的心中。愿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好好来搁一家来思想，咱有将上帝的话安尼想到迄个爆火点，互咱伫咧面对所有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咱是毋是犹原安尼无互即个世间的俗事、意念甚至任何遮个意识形态、遮个价值观判断来去影响着咱的迄个心。互咱的心真正咱独用着上帝的话语来去伫咱面对咱生活的每一项代志，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届献上阮满满的感谢。主，阮感谢你。主，阮毋是亲像机器人，阮无法度想，乃是阮因为你赏赐阮。互阮毋但会通看、听，阁互阮会通去想。但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生活中每一个代志的时阵，每一个事件，主，你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照着思想主你的话语。主你圣神不断来用着你的话来提醒阮、帮助阮，互阮会通靠着主你的话语，互阮伫咧面对阮生活中的任何或者大细项事的时阵，阮无搁再倚靠家己，乃是阮毋若知，阮也要切实来行出主你的话语，伫阮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互阮会通较赢即个世间所有一切诱惑，面对所有一切艰难的时阵，阮无掠家己做熬，乃是阮要搁较侪来倚靠主你的话语来得胜有存。阮安尼，搁一届主你献上祈祷仰望，愿你圣神亲自带领阮所有众兄弟来踏出阮信心的脚步。来为主搁较侪大力，来为主来梦想。阮安尼恳求祈祷，靠着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87首，圣诗第487首。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请起立。耶
悬徛地，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忍耐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城中复活，上天，他全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施奉献。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迄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生命，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咧。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时咱来做感恩奉献，请简秀梅执事、李恩清执事来施献。请起立。
阮的天父，愿感谢你，保守阮每日出入拢平安，手所做的拢顺利，每一工嘛拢经历你丰盛的阻碍、陪伴甲病医治。愿感谢你，每一工随赏赐阮的，拢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感谢天父，阮将这个感恩献上，互教会使用，求你干纳。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记载伫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咱做伙来读。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底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即时咱要来迎新报告，今日咱有2位新朋友伫咱中间。第一位是黄多佳同学，多佳，好，他是宜大的学生，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对。好，我们待会会后一起招呼他，也欢迎他来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第二位是李明守先生。哦，欢迎，他是依云的男朋友，欢迎他。好，不晓得还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吗？好，安尼咱来报告事项。第一点吼，本主日是十一奉献，请咱用感恩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下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咱为着新学院的新学的教育事工关心大祷甲奉献。台语长礼拜了后要召开中主日学的教员会。第三点，15日松年团契祖会要前往水源生态园区，请咱为着时代中北出入平安来关心大祷。第四点，性德奖学金开始申请啊。请咱要申请的，伫17日进前提出，24日召开奖学金委员会，31日伫国外节主日颁发。第5点，31日中午9点半是本会国外节甲圣礼典的学堂礼拜，请要洗礼的兄弟真碧光长老报名来安排上课。第6点，请各团体将下一季聚会内容4到6月份的聚会内容交伫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行事历的制作。具体消息，请咱兄弟家己过目有活动甲演习吼，若有要报名的会当来参加。下周的事项名单甲顶周的聚会概况甲会议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的，请财务同工反映。以上报告。老师才有要报好，这是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这是求你听阮的祈祷。阮为着这是伫战争苦难中的国家来祈祷，特别是乌俄战争甲以色列伊甲其他的国家的关系。求主纪念伫战争中受苦的百姓，求主看顾因生活中的需要。医治因一切伤痛，求主感动遮个国家的领袖有智慧甲怜悯的心，早日恢复和平。阮也为着设教70周年的建堂来祈祷，特别是为着建筑师的遴选来祈祷，互教会有圣性的光引带，会友之间有合一的意向来起造一间合伫上帝欢喜的圣殿，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主保守教会所有的团体小组，以及所来要推动的各项事工，求主的圣神充满伫教会每一个同工，甲每一个兄弟心上，互阮有合一的心，
透过事工的推动来传福音，互搁较侪人会当来明白主。最近天气变化真大，求你保守教会中所有的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我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特别是为着吴明大长老、路人节执事、李黄辉弟兄、试炼姐妹、家珍姐妹、林珠姐妹、赖韵如姐妹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保守甲看顾。我也求主保守教会中所有的兄弟姊妹，有主来的平安甲喜乐。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线，请林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步，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情，赞我答应遵守你改变。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步，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情，赞我答你遵守你改变。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主你搁一届圣神来帮助阮，也将你的话语刻条伫阮的心内，互阮安尼毋若是干那领受知，看主你的话语，听主你的话语，搁会通将主你的话语每日散思，互阮透过领受主你的话语，深刻刻条伫阮的心内，互阮有法度来人来讲出主你所要对阮所讲的话，搁会通来行出主你爱阮所行的，互阮伫阮的人生中不断来经历主你话语的奥妙，甲你的大能力，伫阮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时刻，不管阮是伫咧困境，阮伫咧顺境，当得到主你圣神你话语的引带带领，来安尼。得到主你的施恩赐福满满，也互众人因为看见阮性命的改变，因也欢喜来跟随，佮互阮真正会通照着阮对主你所领受的应允，主阮要互万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提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